中华有一个25岁少年太太，留下2个囡仔，疑似离家出走，坐朋友的车就离开了。伊无揸手机啊，先生无得找人，只好来报警。讲离开的迄天是3月初9，已经失踪9天了。警方对这个车牌号发现，这台车往埔盐的方向落南。即摆家属是真着急，就惊是去互怪去，希望知影的民众会当来提供线索。 看乌小翠啊，要婚姻人用走的，走到边啊一台旅行车，已经有人咧等伊啊。婚姻人坐上车了后，都无转来，无揸手机啊，嘛无揸行李。最后离开的即天是3月初9，已经失踪9天。伊的翁婿找无人，非常着急报案。警方根据伊所坐这台车的车牌号码来调查，发现。那个行车轨迹的话，那个当日下午4点就从那个语言交流道那个南下，然后就没有在。 那个辖区活动了，到底伫倒位？厝内人拢真担心。拢无联络，种囡仔拢会关心讲妈妈怎无还呢？拢家去互怪伊啊！厝内人讲，婚姻人平常时会耍交友软体，真担心伊被怪去啊！希望伊会当赶紧转来，或者是有看到伊的人知伊伫什么所在，当提供线索，因为厝内还阁有2个囡仔，会等妈妈转来。